昨个地震，华人的灾情是真严重哦。玉里的高寮大桥放弃断几啊载。今年3月地震，当地高寮大桥的护栏路面都有损断。6月份修理好势，也毋过伫即届地震，煞规座桥拢放弃，目前已经无法度通车。住伫高寮大桥附近民众的厝，有的嘛受到破坏，目前嘛阁停水停电。修完之后，做帮做之后就一下子就开始摇了。 然后摇就一次开始就摇大力这样子啊，人也站不稳了。那个桥断掉的时候有没有发出什么声音？那种表这样声音，这样子一些灰尘就很大这样子啊，整个倒掉这样子。我们本来是停电，然后晚上电来了，结果我们都没有水，一直到现在我们也都没有洗澡啊，就是都这样子啊。那时候就只想说冲出来，可是完全没想到说应该要就是要蹲在地上，完全你没办法控制，你就往水沟直接就。 掉进去了。正家在讲地震发生的时阵是礼拜日，桥下面的沙石场无上班哦，也毋过卡车搁伫高车这的设备拢互地价变做是废铁咯。桥登去的时阵哦，桥顶是有一对翁仔某骑奥多麦小载，搁有一个开货车的查某人，家在因拢只是轻伤尔尔。 来看昨个地震，花莲玉里有一栋3层楼高的透天厝放弃，昨暗就随开始拆咯。馆长市真微今仔嘛去现场哦，希望讲今仔地当清理好势，隔壁的店家冇受到影响。 几啊台乌土机继续动工，已经透明拆除边啊，也搁泉水压土粉。为伫花莲玉里这栋3层楼高的厝，伫大地震过了后，起一边倒去，现场有起封锁线，高温在场进行交通管制。 今天会把它全部拆除掉，那周边的这个14路口的马路也会重新起上柏油。倒去的厝原本1楼是便利超商，经过工程人员无休困的赶工，总算找到店内保险箱、收金机、甲 ATM。 清查确认了后，再付先交予警方，希望会当伫19下昼就将拆除的作业完成。另外，厝倒去也扫到隔壁店头，围墙风拢甲变形，壁真侪所在拢有壁损，架也落落来，店内物品乱糟糟，大门也关袂起来。厝主将是美容美发教学。多年来地震加上互倒去的厝扫掉相关设备，厝受损的费用估计损失超过40万。只有震坏那个围墙而已的，没有。 请到我们这边来，东西都没有掉到我们这边来，只是说被震央的东西把我一些的所有器材啦、物资啊，整个都破损掉。店家也紧急通知，暂停2天的教学，赶紧将厝内清理完。有个影响超过50名学生，都惊后续灾损爱家己吸收，地震在后修复造成的损失，恐惊真歹估计。记者综合报道。 华人台东哦，有真侪铁轨路拢变形，火车停驶，代替宣布讲，今仔开始，华人到台东会先利用客运游览车来接送乘客。交通部长王国在今仔早起嘛去华人的东里火车头实测，东里车头哦，除了10号被放弃，自强号6只车厢败摆，搁有铁轨路嘛拢变形，目前是搁在抢修。部长是讲，万英、东里到玉里的3座桥损害了真严重，需要顾问来鉴定。上紧嘛，至少爱1个月，才有法度修理好势，搁再通车。台东东里火车头月台天幕放弃，阿摩土角是6甲几个。数字控车处自强号有6只车厢突然起起。台东18发生规模6.8的大地震，铁轨路有几个所在是拢变形，火车无法度通过。 代替表示，已经成立1级紧急应变小组，会由技师会勘了后，制定修复的计划。轨道有错取，所以我们刚才讲了推进，就是把轨道错取的这个部分路段把它修复，持续配合工作进行的情形来安排那早上到现在，目前整个接驳状况都还算是良好。11处轨道这个比较容易这轨道的处理，但是3座桥梁有牵涉到安全的课题。 所以要经过鉴定，他们现在初步估计要1个月以上的时间。因为铁轨路受到损害，代替半暝紧急宣布，为19开始，花莲往回台东启动类火车来接驳，1点钟一班车。透早玉里车头头前都有真侪民众排队要坐车。会觉得不方便啊？有一点，就下午再上课。下午再上课。早上都请假。安尼到花莲火车站要偌久？差不多。 一点因为还要进其他的站呢。搭火车时阵差偌济时间？应该会多个半个小时吧。
台东大地动小连续传出灾情，花莲玉里大桥变形闭气，工程人员进驻去修理，以人工管制来引导交通，安顺中道路南的方向会当单线双向通车。记者综合报道。昨个地动，花莲玉里的高寮大桥、玉里大桥，佮有富里的轮天大桥，拢断过，损断甲真严重。行政长苏贞昌今仔去勘灾哦，现场上新的状况，咱交台语台记者林书豪、张玉水来为咱报道。记者即摆的所在是花莲富里的轮天大桥吼，咱有看到，因为昨下晡的地动的关系哦，即摆这地面拢已经凸起来，嘛有闭起的。分家吼，咱看到上头前的所在，上头前就是轮天大桥放落来的所在吼。不过这个轮天大桥其实是花莲富里甲倒溪这个两个乡吼来出入上多的一个桥吼，因为倒溪3000多人，甲富里的9000多人，两个乡拢会伫遮出入吼。来，塔拄啊苏贞昌嘛来到现场，伊嘛承诺讲吼，这个桥会用中央的经费来甲伊拖好较快吼，来听塔拄啊苏贞昌安怎讲？伊就即马这条桥会使即拆即建嘛，因为你升车安尼速度较紧啦。无咯，规个咱即马要做较快一点。对，哦，因为即马的需求，我那个6000个乡民，无咱相当的啦。啊，即马安尼的道路宽度。加迄落可能要会车啥的，较困难啦，可能我多摆啥就较危险，所以较快就是啦。啊，耐震较悬的，较强的就是。另外就是机装啊啥的，他都现场你在讲啊，迄个相关的核酸治理。塔拄啊，行政院长苏贞昌嘛是到富里的东里车站来做视察吼，伊去看即个东里车站的月台遮互平绑起，甲火车起一边的即个现象吼。啊，伊嘛伫咧现场啊，甲花莲县长市政委会室咧吼，因为昨暝线顶开会无信号的代志，花莲县长市政委是感觉真无爽快，所以伊就伫遐甲伊会室咧。以上就是现场上新的状况。来看花莲县长市政委甲台东县长廖庆玲，因是非常的不满，批评讲张总统伫在访中心本地讲要甲在区连线，团队等2点外钟，只听到大歌致辞尔，伊嘛拢无要听地方有啥需要，实在是真浪费大家救灾宝贵的时间哦。总统今仔伫咧接见世界警察消防运动会代表团的时阵，嘛解释讲，因为沟通了无好势，造成连线出问题，伊向2位县长和救灾团队。会是咧。北方顶头写到受伤民众减伤分级的资料，台东地上第18道发生规模6.8千层地动，花东真侪所在发生灾情，包括厝倒桥墩、路边碰起来，抑个石头挡的路的路袂通。消防人员伫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救援，将受伤的民众送到附近的病院。病患除了身体上的伤害之外，可以普遍看出都有相当的惊恐。强烈地动，全台湾拢感受会到。蔡英文总统18号伫咧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原本是要甲灾区连线，无想讲直播断线，无法度连线，会议就此结束。和花莲县长市政会抑个台东县长廖庆玲真不满。蔡英文就讲伫咧接见世界竞赛消防运动会代表团时阵，对此表示道歉。8点钟听他们讲话嘛，先是徐国勇嘛，然后苏贞昌，然后蔡总统讲完之后，我们就准备要讲说，我们的状况怎么样的时候，他们就结束了。不是说不太开心，而是说中央对于地方上的重视，无论是行政系统或者是中央驻地的这个单位，都在等待跟中央来视讯连线。工作人员忙碌，沟通不足，以至于连线作业是有一些疏失。没有能够与2位县长以及救灾的团队有沟通的机会，对此呢，我要向2位县长以及在花莲跟台东的救灾团队表示歉意。第18项，单位甲中央联赛花东县长讲，只敢看到画面无听到声音，尾下会议就结束，对此真意外也真不满。蔡英文讲，接落来抑个真侪工作爱做，中央地方爱做阵努力。和各项运作会当量早恢复正常。中国各台办是对台湾建灾表达慰问，希望受灾民众会当量早恢复正常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
昨下晡规模6.8大地震，震央是伫台东县政府北方42.7公里的地上乡哦，深度正浅，离地面只有7公里深哦，所以地上有真侪路面拢闭开碰起来。地上的大坡角石、教室天棚拢放弃，楼梯嘛刷位。虽然今仔停课，也毋过有真侪老师拢登去斗三工来整理校园。比较好用了，这个大概有30公分了。我手一透早来到产业道路，会当看到淡仔家路碰久拢是必顺。这条路伫台东地上乡庆丰村甲大埔村的交界，嘛是这两个钟头真重要的对外道路。为着莫影响交通，赶紧找人来修理。公所表示，受损长的部分会先修理较接驶的车路。若18下晡的大地震，嘛互车路边仔排水管的壁道刷位10公分。另外，地上乡内底嘛有学校受损长。大埔国小经过17号的地震，并无出现状况。不过18即届规模6.8大地震，煞甲教室天棚轻钢架下落来，电火管碎高落伫涂骹。校长表示，加在地震是伫拜六礼拜，若无恐惊有更较侪学生会受伤。学校楼梯嘛刷位，因嘛教室的乐器倒了了，连门都拍袂开。19即天停班停课，虽然真侪老师的厝内嘛互地震无甲如苍苍，不过共款先来学校整理环境。教室里面的电脑萤幕，还有一些柜体，几乎都是倒塌坏损的状况。那刚刚也看到我们幼儿园，它的那个天花板的轻钢架也掉落。那所幸是昨天刚好是假日啊。那大埔国小后来这座出流笼，都伫菲律宾海板块甲澳亚大陆板块交界，其实当年拢会走位。18大地震过后，当地解说员进来现场勘查，看不太出来，那就是要等科学家吧。解说员表示，初步看出流笼并无明显走位的情形，就要等专家透过机器来检视，才会当确定。19早起10:07，当地出现5级以上的地震，广播一直咧提醒民众紧避难，因为一直出现地震尾，来学校整理环境的老师就要随时注意，危急的时阵该赶紧离开，避免互落来物件跌着伤。记者综合报道。拜六礼拜2届的大地震，全台湾有148间学校拢传出灾情。嘉义县的中寮国小有教室墙甲条啊壁甲真严重。高雄的中仑国中今仔教室有壁损，佮出现关架差。教育部是统计讲，损害了上严重的是台东有21间学校，大约爱开上1000万来维修哦。目前灾情佮继续的统计。壁条的棚大概会使踢一支笔入去，学生想要转去教室摕物件，爱摕了先离开，就惊发生危险。嘉义县中寮国小校舍因为拜六礼拜强震，毋但教室壁条出现大面积的棚，图书室走廊条嘛有壁损，校方找来技术将壁卡几地落来，确认内底歹去的状况。地震完之后，它有皲裂的现象，那我们请技师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检查。好，那它是刚刚才敲下来的，它之前原来它这个是在上面，是刚刚用大榔头敲下来。教育部统计，全台受地震损害学校总共有148间，其中灾损金额上悬的是台东21校，合计大约有939万。高雄市校数上侪有45间，像凤山中仑国中的学务处甲自然教室外口的地板，拢震出超过1公尺长的壁损，甲1公分左右的关架差，全部围起来，等待建筑师来做鉴定甲修补。目前学生活动的范围都是在操场。那这个地方比较少同学会经过，所以安全上还有加上我们已经拉了封锁线，其实应该是比较没有问题。大部分学校的毁损以建筑内外部也是天棚歹去为主，但屏东内部国小灶脚后壁的外壁，因为伤旧，壁面拢风震甲起去，长度大约10公尺。目前各校各地陆续统计损害，但加在无人受伤，是不幸中的大幸。记者南部报道。再来看桃园的北投国民运动中心5楼羽毛球场的电工灯光的工程哦，拜六才打完工启用，无想到讲礼拜的大地震，规个天棚全部放落来，实在是真恐怖。桃园市长郑文灿嘛出面回释咧，也毋过有人认为讲营运单位救国团爱负责，国民党是批评讲这根本就是市政府的杀责任。球场的天棚轻钢架规个放来。台东地上18发生规模6.8地震，伫桃园的北投国民运动中心5楼的羽毛球馆天棚也放来，真侪民众惊到，也有一个人被喊受伤。陆续有余震嘛，然后最后一次余震相当的大，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依稀也感觉到那个天花板摇晃特别明显。第一个倒下来的是我们那个地方。没想到刚刚盖好就这样子的话，那个还是个新的地方。
实在是很意外了，没想到的。市政府要好好检讨一下。球场出意外，议会质询时阵，议员批评羽球馆加装灯光，避免强光的工程拄则完工。体育局则拄伫网络铺文讲起行，无讲24点前久，一个3级的地动就规个崩来，根本是豆腐破工程，新德球场的翻版。检调单位出来查查看吧，这当中有没有人魔不彰？怎么可能这么简单的工程会崩垮成这个样子呢？豆腐渣工程就是人民最痛恨的，尤其这个是国民运动中心，那每天那么多人进进出出，而且桃园还有好多个这样的一个国民运动中心，我们觉得都应该要赶快来进行检修。门口打广告，通知北德国民运动中心5楼羽球馆暂停开放。外界将责任指向同市政府的时阵，国民党团讲，即马有人伫咧水方向，将责任撒给拄则得标行运的救国团，因批评是市府伫咧撒责任。查明原因之后，那么我想要修复工程才能够进行，那确定安全无虞，5楼的这个球馆才能够开放。针对羽球场天棚崩来伤着人，郑文灿向市民道歉，也讲新工处甲专业的技师会进行现勘做结果鉴定，了解为什么地动一球天棚会崩来，赶紧完成修复的工作。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华人的村里国小哦，校园嘛损害甲真厉害，也毋过好家在专家鉴定，认为上课教室安全无问题。关山镇长戴文达公开呼吁讲，希望政府协助恢复地方的基础设施，互民众的生活会当赶紧恢复正常。来到顺利国校，连通人民教室建筑物的通行走廊，因为地动来崩去，一条的钢筋嘛走出来，水泥壳嘛散伫涂骹。不过好家在这发生伫礼拜，无学生来上课，无人员受伤。昨天又是强震嘛哈，可能没有办法承受那么大的那个6.8级的地震哈，就倒下来了。另外，县政府安排结构技师来到学校来看这安全，初步确认除了这走廊的建筑物来崩去受损，其他教室安全是无问题。不过因为这大地动是让教室环境受到影响，这桌啊也是椅啊会当看会到，拢倒伫涂骹。来到2楼，走廊的花骹嘛拢倒落来。校长室内底物件嘛拢落伫涂骹。校长讲啊，已经专门动员老师来整理教学的环境，希望赶紧来恢复上课。所有的老师都要积极动员。那我也请社区能够到学校来协助，先把教室里面的空间先把它整理好，当然是正常教学的话呢是越快越好。另外，这个地动的震央是伫台东关山镇，镇长是透过网络伫咧国民党立法院党团的记者会面顶讲啊，即马地方的交通建设还有肯丢的设备受到损害，希望政府会当斗相共。桥梁属于民众交通农用使用。有急迫性，我们希望能够尽快的协助。这个请农委会能不能尽快协助我们的农会，能够让农民的谷仓、谷值能够有储存的地方，这是很急迫的。对此，那里刘伟龙讲啊，会来协助向中央政府来争取关山的基础建设的终结，希望早时间让当地生活会当恢复正常。记者张志勇、张志佳、温家凯，华联台北报道。早下晡2点44分，台东地上发生规模6.8大地动，气象局地动测报中心统计，地动发生了后，地动尾频率佮有规模拢有大的减少咯。也毋过未来这几天哦，嘛是有可能会佮有规模较大的地动尾，民众嘛是爱佮特别细腻。地动开始摇，19早起7点07分，花莲倒背乡搁再发生规模5.9的地动。气象局讲，这依然是18地上6.8主震的余震。根据地动测报中心的统计，18下昼主震发生了后，9点前久内出现61遍的地动。也毋过19透早开始余震就较少，一直到19早起9点出现12遍的地动，频率有小可较降。从昨天晚上我们统计的数字，跟今天早上9点所统计的数字，就可以明显看出来，后续的余震应该是朝向逐渐拉长发生的时间，频率逐渐降低来发展。气象局讲，自18开始的3天内，拢有可能出现规模5以上的地动。不过初步估计，这边的地动数列趋势已经有减慢。有学者分析
18地上规模6.8的地动是中央山脉断层所引起的。分析这个断层带附近，自去年4月受访地动开始，就有几多遍的能量释放。进入活跃期就是代表能量要正常的这个释放，那要让我们台湾把能量累积的能量释放掉。针对学者有测，台湾已经进入地动活跃期，真久无大规模地动的嘉南地区就要特别注意。气象局讲，嘉南地区确实是地动暂时风险正悬的所在，不过以目前的技术，抑阁无法度预测地动，所以提醒民众要提高防灾意识。记者综合报道。昨地动是摇甲真厉害，花莲有一寡民众真侪人昨暗拢惊甲唔敢踮伫厝里，拢到外面去大埔旁来休困。前2天2届的大地动，因为各地进度无同，所以唔是所有人拢有收到国家级的警报。有学者嘛讲引起这届大地动的断层，有可能是咱较唔知影的断层那么做伙来了解。外口是规暗暝暝，民众甲提议甲被仔拢提出来。9月18地动规模6.8，花莲倒溪乡、国峰村、仑天部落、甲石滨部落的居民是真惊吓。暗时烦恼阁有地动尾，所以唔敢踮伫厝内，毋是伫咧户外大埔旁，都是直接厝伫咧涂骹困。安算先过这一暝才阁讲。地震无预警的啊，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其实很怕就是这样啊。像这个地震真的，你一来的话，我们就吓到了，很恐怖。所以今天我要睡外面，我比较安心。真的啊，不怕会冷啊，还是没有办法，因为不敢进去家里面，因为还有阴影。虽然9月18地动，全台湾是拢咧害，不过也是有袂少民众还讲无收到国家级的警报，笑讲家己是国家级的变恩人。气象局地动测报中心回回讲，灾防各警细胞广播系统警报要发布的条件是地动规模5.0以上，而且悬期预估的进度达到4级以上，所以若是迄个所在预估的进度无甲这个条件，都袂收到警报。收到的标准就是我们的预警系统如果规模到5以上，各个县市都有一些参考点在那个地方，那这些参考点它的预估有到4级以上的话，那就会对那一个县市发。另外，若是想要知影家己住的所在，敢是伫咧断层顶悬，会当去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的网站，点台湾活动断层分布的图，甲灾害性地动等等想要知影的选项勾起来，而且甲定位的所在输入字址甲坐标，就会当显示附近的断层。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台南新大教授指出讲，最近2届的大地动甲以前的地动无啥相共。伊认为讲后一届的大地动有可能会发生伫嘉南地区。教授嘛呼吁政府讲，着爱应该投入愈较侪资源来做研究。气象局嘛强调讲，嘉南地区确实是地动测报中心最近观察的重点。厝内天棚吊顶是一直咧害，外口的太阳顶嘛摇来摇去。为17开始，这几天全台湾是发生真侪届地动。台南认得毛鱼仔受到地动的影响，饲的沙巴鱼真侪拢为鱼仔的内底跳出来，真侪鱼仔拢死去，造成损失。状况就是9点多的时候，池水就开始摇晃嘛，鱼池中的鱼就惊吓到，然后就往路上这样跳大概我200-300尾起来安尼，差不多3万块以上的。因为这跳起来，伊个有其他就是伊会弄迄温啊壁，迄豆豆啊个死。伊毋是讲干那你跳起来遐会损失，几啊百尾。这届地动伫咧华东地区造成重大灾害，不过有学者警告，嘉南地区可能是后一个发生地动的所在，所以应该投入更较侪地动的研究资源。台中南投这个地方已经发生过大地震了，所以呢，在南投、台中这个区域，基本上在未来100-200年之内，基本上不太容易有比较大的地震。反而在它的南边，就我们西南部，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100-200年以来一直没有比较大的地震，所以它的机会是比较大的。学者认为讲，受到应力的影响，断层在发生地动了后，会对有连接或者是附近的断层产生影响，造成规关的地动。加上台湾人口集中在西部，若发生地动，灾害一定比东部较严重。因为针对未知断层的研究，学术界一直有咧拍拼。其实这个数量目前一定是未知的，因为基本上我们必须要对很明确的做的一些探勘调查，可是有非常多的地方，其实我们非常难以做这些探勘的一些调查这样子，所以我们只能说等到它有活动的时候，才能够一一去发掘这些断层的存在。
学者嘛讲，地动毋是随着发生的代志，真好预测发生的时间，所以地动的研究嘛真好得到政府的重视。这是伫咧大地动发生了后，大家当尽量关注的代志。以台湾真正有地动的情形来看，投入相关的资源是有需要的。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疫情哦，国内今仔增加28210例本土病例，有31人死亡，99个重症症。今仔上少年的死亡案例是一个40多岁的查甫人，伊本身有癌症哦。另外，指挥中心嘛有统计基因定数，咱北部佮中南部 BA.5病例占6成，东部是以 BA.2为主哦。来听指挥中心第一部上届新的说明。昨天新确认的本土病例数有28210位哈，那比起前天是比较少，那这是因为假期的因素哈，但是比起上个礼拜一的时候的这个数目还是来多了大概1成左右。那境外移入的病例数有239位，那死亡的数目有31位。死亡个案，其中最年轻的40多位这一位是一个本身有癌症病史的一位有接种3剂疫苗的男性，但是后续就是因为有这个肺炎合并呼吸衰竭以及癌症本身病况恶化的关系，不幸在住院大概2周，9月13号的时候于医院过世。上一周总共是完成了179件的本土的定序那其中106例是属于 BA.5 目前大概北中南部 BA.5是占60%到63%，东部的话则是还是偏低只有占2成是属于 BA.5，8成是属于 BA.2。那全国部分刚刚有说过，就是 59.2% 是 BA.5， 那另外的 40.8% 是 BA.2。所以目前来讲，这2个病毒株目前在国内都还是有互相在消长的一个趋势。因为武汉肺炎病毒这2-3档大流行，大家喙暗拢挂条条，所以嘛，互流行感冒减少真侪。也毋过，疾管署发现讲，过去7礼拜，患着流感的病人是增加3成6。医师嘛警告，南半球的澳洲流感开始大流行，所以下来咱得爱特别细腻哦。若是患着武汉肺炎病毒，又搁患着流感病毒，当增加死亡率拢会增加。所以嘛，呼吁65岁以上的老大人，佮有高风险的族群哦，得爱赶紧去注流感疫苗。新冠本土疫情加悬，流感病毒嘛开始咧摇软。有基层诊所医师观察到中秋了后，去诊所予医生看的人是以发烧、嗽等类似流感的症状占较侪。虽然10月初1开始，公费流感疫苗就要开始注，不过医药的情形要是冷清清，烦恼今年流感疫苗可能会注不了。前2年很多的诊所购买了这些自费的流感疫苗都没人打，都报销掉。那今年呢，预约的也不多。流感和现在目前的病毒是不一样的，完全不同类型的，所以我们都会打。医师的烦恼不是无原因，因为根据疾管署的监测发现讲，过去7礼拜全台湾类流感挂门诊甲急诊的人次为21000多人次，加悬到要3万人次，增加3成6。医师表示，南半球澳洲已经进入流感流行的季节，按算年底就会轮到北半球。那同一个时间去为着新冠病毒，还有流感病毒，重症甲死亡率拢会增加。呼吁65岁以上的集会人等高风险的族群，一定爱注流感疫苗。毕竟2个病毒如果同时感染你会更严重啊。他们2个都是侵犯呼吸道的，如果2个病毒都同时侵犯你呼吸道，不管先后或者是同时，你都可能会受到更大的伤害。医师强调讲，为着新冠病毒甲流感病毒的症状是真类似，若是无做快筛，连医师人员嘛真好分辨出这2个的差别。根据指挥中心会当开放予民众买厝内用的流感快筛试剂，予有症状的民众伫咧厝内就会当做体检。因为疾管署是验色，最近已经收到47个 A 型流感的通报，加在拢是属于轻症。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国葬伫台湾时间今仔暗头6点会伫西敏寺举行。英国嘛先进行1分钟的默哀，目前是阁有真侪英国民众排队，等要看女王的最后一面。伫18晚8点，为女王伊丽莎白2世默哀1分钟的仪式开始。首相托拉斯甲昂塞行做唐宁街10步歌声。同一个时间，英国各地公布默哀。乌坦丁塔楼电火熄1分钟，苏格兰本乡平安声了，也开始仪式。
伫咧伦敦赶伫咧国葬进前最后一刻，赶到西面厅要看女王最后一面的民众，大家也拢真严肃。伫1分钟内面，大家怀念女王在位的70年历史。女王的棺木自13开始开放民众追思以来，排队的人就无停过，平均拢要排8公里远，有人是排了14点钟才排到。伫咧18进入最后倒数时刻。真侪民众伫咧会场外口走甲琵琶喘，就是为了要看女王最後一面。The last chance to see the Queen, so I'm willing to wait that long, and yeah, finally. 伫国葬地點西面是附近也排真侪人，大家甲椅仔、困地仔放伫咧上好的觀看位置，為是規家伙仔做陣來。就算是暗時溫度降到-10度左右，大家也攏穿好買透明蛋。It's a once in everybody's lifetime. This is not going to happen, I don't think, in the UK ever again. 女王的告別式伫19進行，棺木伫咧英國皇家海軍炮機仔車護送之下，自西面廳駛到西面市。受邀參加女王葬禮各國領袖甲重要人士超過1000人。儀式甲國安規模超過2012年倫敦奧運，甲1905年首相丘吉爾葬禮有通比。倫敦的三大警察單位除了加強40個所在安檢，也伫咧重要所在部署緊急醫療團隊，並且設置流動便所加消防支援設施，一定要讓女王的國葬順利進行。公司新聞張淑芬編輯。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喪禮會喺倫敦的西敏寺舉行。英國王室成員細漢立教立浸禮，大漢結婚，最後的喪禮攏喺西敏寺哦。唔那英國王室一寡歷史上真出名的人，親像是達爾文、牛頓等人哦，因的墓地嘛攏喺西敏寺。在位70年，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9月7日96歲過身。英國首都倫敦的西敏寺降半旗靠前哀悼女王的過身，不少倫敦的民眾用手機記錄這歷史性甲悲傷的時刻。在倫敦市中心西敏市區的西敏寺，19日是女王伊麗莎白二世舉行國葬的地點，這也是女王1947年的婚禮甲1953年6月7日登記加冕的所在。The thing I noticed perhaps was how eager she was to tell me about how important the Abbey was to her, the place in which she got married, the place in which her coronation took place. This building really mattered to Her Majesty. 西敏寺的全名是西敏聖彼得協同教堂，上早起伫西元960年，原本是本篤會修道院，然後經過真濟國王登記，成做目前高度式建築皇家教堂，也是英國上重要高度式建築之一。1987年列為世界文化遺產。英王威廉一世西元1066年第一擺佇遮加冕登基，就此就正做近1000年傳統，到即嘛已經舉行過38擺君王加冕登基儀式。西元1100年，英王亨利一世開先河佇遮舉行婚禮了後，西敏寺也正做英國王室舉行婚禮地點。2001年，威廉王子甲凱特婚禮也佇西敏寺。已經過身的戴安娜王妃1997年佇巴黎發生車禍死亡，喪禮也佇西敏寺。So the Abbey is the place of coronation, and it's been the place of coronation since 1066. The Abbey is a place of national memorial. The grave of the unknown warrior is behind me. The shrine of Edward the Confessor is just over there. This is the place where Commonwealth and nation gathers on great occasions to celebrate or to mourn. 伫30個英國國王甲女王當中，一半攏安葬伫西敏寺。另外，有超過3300名英國貴族前兄甲有名人，其中包含文學家狄更斯、喬索、科學家牛頓、生物學家達爾文、天文學家史蒂芬·霍金等人。西敏寺內底依然會固定舉行宗教活動，不過則獨立佇英國教會管轄，是直接對英國君王來負責。不過經費所無來自國家甲王室撥錢，主要是靠門票收集甲捐錢。2021年3月，西敏寺也捌開放加州民眾的疫苗注射站，佇英國疫情上嚴重的時陣，扮演守護民眾的角色。公視新聞景元慶編輯。
来看乌克兰的军队最近甲东部一寡都市收回来了。罗西亚军队一寡无人道的行为嘛，方公开。联合国秘书长杜提瑞斯就呼吁国际刑事法院爱针对以九姆乱葬岗的事件来进行调查。乌克兰的军队嘛逼近乌俄的边境，罗西亚人民嘛开始对总统普廷产生真侪质疑。今年67岁，秋野高调照顾的亲大姨，和俄军逮捕，搁关12天，放出来了后，伊甲负责犯罪调查的检察官前往以九姆一个警察局，也就是伊迄当时封关搁封局台所在。Миска моя жовта вот эта. Да, ця камера, в цій камері. Перед на второму етажі. Я не можу що сказати, що я навів на школу, що зірвали школу. Конечно, прямо били тут, у камерах били, лупили їх. 牢房垃圾骨细，而且搁黑暗，逐工拢有无共的人出入，只会当甲人轮流倒落来，还是经着身躯半困半醒。米卡利申科也就是受虐待的人之一，正因为伊的兄弟也是乌克兰军人得击轰掠，伫库皮扬斯克封关一礼拜，受起迄段经过就流目屎。Ничего, 8 человек в одной камере. Допросы. 乌克兰军队最近重新夺回乌东城市库皮扬斯克、伊久姆、巴拉克列亚。伫俄军占领期间，随意拘留也是刑求的代志，也得来见光。其中伊久姆也方发现一个乱葬岗，当局也讲到，会当讲所有死者拢有目的致死的分子。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表示，希望国际刑事法院会当对这个代志展开调查，因为乌克兰最近伫东北部哈尔科夫州的反攻有相当进展，各向俄乌边界前进。总统泽连斯基18讲，美国继续对击。Можливо, зараз комусь із вас здається, що після ряду перемог ми маємо певне затища, але це не затища. Це підготовка до наступного ряду. 伫俄羅斯瓦近烏克蘭邊界的貝爾格萊德地區，情勢也緊張起來，包括聽到炮擊傳出有人員傷亡，當地民眾已經開始煩惱戰火，特別燒到家己的厝門口，認為俄軍應該保衛國家，所無看影，也對總統普廷開始產生質疑。公司新聞黃文良編譯。来看国内的消息咯，菲律宾目前咧办农业机械展览，展场外面有一片草坡的停车场。昨下晡2点外，火烧起来，规排车拢烧甲真厉害哦。虽然消防局半点钟就甲火拍花，也毋过有20台车全部拢烧掉，有5台烧掉一半。起火原因还个调查。糟糕的乌烟一直冲出来，展场边仔停车场熊熊着火烧。停伫草坪顶面的轿车，一只接一只，拢着火烧起来。过程当中，佫一直传出爆炸声音。昨下晡2点外，云林的农基地边仔草坪停车场发生火烧，有车主甚至带到会场尔，看到火灾要赶紧刹车，煞已经袂赴。看到有人喊说是我就赶快冲回来，好像是我车子的方向。我冲回来就看已经来不及了，已经烧到。着火了。云林消防局表示，昨下晡2点23分接到民众报案，随派6只消防车、13名消防人员去抢救。不过到现场，乌烟甲火势拢真大，经过半点钟，甲火势控制掉了。不过有真侪车拢已经烧起啊。那火灾原因是不是因为天气热，地处草坪着火？这个需要调查。初步清点因为有一些是全毁，一些半毁了。那各式车辆大概是25台，幸好是没有人员的受伤，目前没有人员的受伤。那详细的起火原因，我们等我们的火调人员在调查当中。云林县府农业处表示，火灾了后先协助受灾的车主了解相关的车辆保险。那这届农机店的活动厂商的启用当中，有包含这个停车场的保险。不过，即马搁要等待正式的火调鉴定报告出来了后，找到着火原因，才当做赛后车辆赔偿的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常常欠卵价嘛愈来愈贵。农会今年宣布讲设一个鸡卵产销资讯平台，让鸡卵的产销资讯会当公开透明，嘛互业者会当利用这个平台的资讯，随时来调整产量。因为欠卵鸡卵的价格一直正悬，尤其是过年前，因为是卵商甲卵农营业过年休市无半盘，不过卵商也是继续收卵，所以产生几落的收购计价。要求要降低产地计价，引发着红白价争议。为了要让卵的计价透明化，农委会19开记者会，宣布建立鸡卵产销资讯平台。鸡蛋生产资讯里面，从每个月来呈现的一个资讯，改变成每一周来滚动检讨，然后迅速的呈现
反映目前产蛋鸡的一个资讯，跟目前鸡蛋生产量的一个情况。因为审计部提出鸡卵调查资讯是以月做单位，统计单不一定有法度反映产销的实际情形。农委会因此真正做法，周期已经变成1礼拜更新一遍，提高资讯的及时性。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资讯建立，及时来辅导。透过养鸡协会跟透过中央畜产会，然后让我们的鸡农去做一些因应的对策，而不是照以前的惯例，比如说年节一到就要换羽了，或要淘汰了。农委会强调，这个平台公开包括产卵鸡的数量等鸡卵的生产资讯，也有原料卵进货量等鸡卵供应量的资讯。卵商甲卵农都会当透过这个平台作为产销调节的参考。也让予个人了解鸡卵产销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宜兰最近有民众伫五吉乡的排水沟啊，看到青皮杜丁，真烦恼讲，这种外来种哦，敢是已经伫东部生团咯。县政府是表示讲，即个毛民众看到青皮杜丁，也毋过拢是民众饲的，上新的这件，因会赶紧去抓来进行调查哦。县政府嘛呼吁民众看到青皮杜丁，得爱赶紧通报。各是摆放青皮杜丁的相片，呼吁民众若讲发现是通报宜兰县政府。宜兰五吉乡的排水沟最近有民众发现青皮杜丁的形状，伊表示真正去惊到，烦恼若讲青皮杜丁大量繁殖，会造成农作物甲食物的严重破坏。关心在地的这一些生态的东西，其实所以说我也蛮在意的。所以说这种在宜兰有这种东西，我也蛮下课的。安尼看，对安尼看，只咱这条杠有少。青皮杜丁原产地墨西哥中南美洲的梨形型白糖腿，主要拓生地是瓦根溪流的森林树管站，凡是真紧，一收会当生大约25至80粒卵，大只了后体重会当达到2公尺，伫台湾会当讲无天敌。最近几年伫中南部真济，对于当地农作产生重大影响。农委会公告为有害生态甲人条安全顾虑的外来物种，会造成人畜危害之余的一个公告物种。所以，当我们发现的时候，要呼吁民众要立刻联络县政府。农业处讲，宜兰伫野外发现的青皮杜丁拢是真肥、饲养加胖健的，后续拢有抓到。这件发现个案目前还未抓到，也无法度确定敢是真肥、饲养加胖健。若毋是加胖健的，有可能是宜兰头一个伫野外看到的个案，已经全力去抓。各伫发现地点设伫告示牌，呼吁民众看到青皮杜丁应该随通报。记者综合报道。气候变迁哦是愈来愈严重，看天食饭的农民是真无奈。最近屏东县政府找保险业者推出红豆的保单，那是因为着大雨造成灾损，上济是会当来补助1公顷4万块，保费中央甲县政府补助3/4，农民哦只要家己负担1/4。屏东出产红豆，种的面积有550公顷，产量占全国的3/4。毋过近来气候极端，致使农民损失上重。即马县府甲农委会，佮有保险公司推出红豆的保险，是按照落雨量来做理赔的标准，而且毋免派人来现场确认损失，理赔的速度有较紧。保费来说的话，中央负担1/2，我们地方政府负担1/4，农民负担1/4。那每公顷的这个保费的部分，以甲式来说的话，它的这个每公顷是5480元哈，那农民负担的部分是1370元。这张红豆的保单，伫每一年亚正的10月份到过当年的1月份来卖，有分2种。一款的理赔标准是单日的雨量有60.5毫米以上，第2种是有50.5毫米以上，通照风险来选择。1公顷上济赔4万块，而且有保红豆的保险，也是会使申请农业天然灾害救助。因为就是在红豆种植的初期呢，其实都会遇到台风或者是雨量比较充沛的时候。只是说，因为目前的话，我们红豆农他们种植的面积是比较小面积的，然后再加上就是农民们其实对于保险的概念以及习惯，他们不是那么的深刻。不过，红豆的生长期短，前期虽讲有雨量的问题，后期搁爱处理病虫害，有农民感觉这份保险较无周全，搁真周除。县府表示会继续鼓舞农民来投保，减少损失。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云林口学仔寮的教室咯，唔有一寡成长的课程，这嘛是落实囡仔下课写功课、读册的所在。也毋过学仔伫7月底小拍灯火烧，一寡设备拢烧了了。前一站歇落，就赶紧来进行修复工程。伫新学期开始，嘛恢复运作咯。看工人八关八家咧拼整修，因拢是台湾希望义工团的志工。这回来到云林口乌庄的学仔寮学堂斗3工。上个月月底的时候，听到他们这个火灾的时候，跟我们通知，看能不能在开学前给小朋友一个可以下课到这里来一个补习的一个空间，我们就立刻发动募款，希望这个空间继续服务蚵仔寮地区的这个小孩子跟老人。今年7月底，蚵仔寮学堂因为小拍灯导火烧，电脑、冷气、甲桌仔椅仔拢烧了了。台湾希望义工团接到消息，就随带志工来动工重启。即摆工程拢使用防火材料，水电管线嘛拢电焊，希望卖个导火烧。这个木材是用那个防火木材，然后加上硒酸盖板也是防火的。那油漆也是用那个防火油漆，所以这个以后的话应该会很安全。那水电的话，我们都重新线路都重新来施工，希望我们这个严密的那个防火工程施作啊，以后就不要再发生这个火灾的问题。感谢咱的希望义工团的这志工吼，来甲我斗相，家己火烧的时阵，事后安尼随过来甲我改维，随过来甲我维修，会当搁恢复我的以往的环境，会当我这老人囡仔会当继续伫这个好的环境来维持。算9月初，因的小朋友开学了所以因哋要赶这个开学的进程，会当互阮照顾。蚵仔寮学堂是当地头一间现代汉蚵仔，20多年来帮助真济弱势家庭。毋但办各中各校的辅导班，佮提供时代供餐服务。这届会议引起社会关注，加在有善心人士佮民团斗出力，赶伫囡仔9月开学重新营运。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沙烏地阿拉伯為了要增加觀光的收入，宣布要投入1條美金哦，在未來10年要來打造沙漠超級觀光勝地，希望透過各種的建設，要來吸引穆斯林以外國際觀光客。也毋過阿拉伯嘛是閣有真濟文化的禁忌，佮加上過去人權的記錄是無介好，敢有法度會當吸引國際遊客佮值得觀察。这項旅遊先鋒計劃今年6月開始，預算1億美金，包括基層到管理階層52種工作。沙烏地阿拉伯原本一年有1億人數的旅客，其中有3000萬是來參加宗教活動。新冠疫情和沙國的旅遊業正受影響，為了要拓展觀光，吸引更加多國際旅客，宣布開1條美金提升2年體。不過當地民風保守，也有真濟文化禁忌，包括宗教服裝加生活習慣，也有過去人權記錄也無好，和國際旅客較唔敢來。國加上2021年所公布的平均英文水準，沙國在112個國家內面排第104名，導遊的人數也無夠，所以目標是培訓10萬位旅遊人才。The major goal of this program is to build capabilities for Saudis in tourism in general and in hospitality in particular. We're targeting 100,000 trainees in Kingdom and out of Kingdom, online and physically. 不過，不管是2年體，攏是短時間就能做到。另外，國際旅客上想要去的賣家，也只敢對穆斯林開放。就算是當局開大錢刺激民間投資，不過是唔是當入到邊個國家杜拜，真做沙漠超級觀光勝地，也該來看。公司新聞鄭偉林編輯。下晡尾天氣，咱來看各縣市詳細資料。北部地區上加27度，上懸32度；中部地區上加28度，上懸33度；南部地區上加29度，上懸34度；東部地區上加27度，上懸32度。華島地區上加28度，上懸33度。再來看未來3天的天氣。
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